矮，超級啊！超大隻好大的，哦！佢隻腳俾金皮整斷咗，有一隻腳俾金皮整斷咗，你睇幾威啊佢，好大隻啊佢，我不會拍，真係好大隻啊！啊？那幹嘛？一看到你都會怕？唔愛啊！你睇幾大隻，你關車先，關車先。幾大隻，幾大隻，係咁噶啦。Danny，好大隻眼嘅。我們刷吧才能看到講話。在三八才可以。三八才可以看到，現在證明就是我們現在是在刷這吧。個做的。你睇你個死冚皮，乜嘢都拎，乜嘢都捉。這個夾小寶哎。我們介紹的。我們罵人啊！罵誰？你們亂，快來。你俾人屌啊你！我們日本講電話的麻辣樓啊！不是麻辣樓。啊？這個電話是他的。對啦。你影矮啊！我叫你影矮。嚟啦！不是麻辣樓，不要亂對。他是不是男生？是不是麻樓？仲大過我手指公。我跟你講，我們看了一個很大隻人，你們看過螞蟻好吧？這個超大隻，我真的沒有看過。男生來了，那邊來。不然的話丟過去給他們看。我的朋友哈，你跟王彤啊，我跟他講，我有朋友的電話號碼，我跟他講，你暗戀他，你死啊！凱文，我講嘛，好像隨便接一句，你死啊！他是一波美。朋友。靚咧，KL 有好多啲咁嘅衫。哎，我知啊，KL 我唔係喺男生嘅。